近日英國劇集《混沌少年時》成為城中話題。劇中講述一個13歲少年謀殺咗自己嘅女同學，亦令到少年犯罪問題再次受到關注。其實少年犯罪問題一直係各國討論嘅議題。喺日本提到青少年犯罪，都會講及女子高中生水泥埋屍案同江市母女殺害事件。不過呢兩單案嘅犯人都已經係高中生。但今日講述嘅案件係被譽為日本最兇惡未成年犯罪嘅案件——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，或者稱為走鬼薔薇聖斗事件。犯人犯案嘅時候只有14歲，佢就係少年 A 東慎一郎。1997年2月10日下晝，日本神戶市須磨區一條街道上面，兩名小學女生被東慎一郎用錘襲擊，其中一人重傷。受傷女童當時目擊犯人身穿學生外套，手持學生書包。女童父親得知之後，去到東慎一郎就讀嘅中學，要求翻查學生照片，希望女兒認出犯人，但就俾學校拒絕。雖然女童父親向警察提出被害報告之後，再度要求查看學生照片認人，但係學校都係再度拒絕。結果事後捉到東慎一郎之後，安排受害女童認人，果然一眼就立即認出犯人。所以當時東慎一郎嘅學校受到猛烈嘅批評，認為如果一早俾女童認人，或者可以阻止之後嘅悲劇發生，甚至有人直指學校根本係包庇犯人。東慎一郎喺同年嘅3月16日中午再度犯案。當日中午佢向小學生山下彩花查問廁所嘅位置。當山下彩花帶東慎一郎去到廁所嘅時候，根據事後揾到東慎一郎嘅日記所述，佢同山下彩花講：你轉個頭嚟啦，我要多謝你。山下彩花一轉頭即被鐵錘襲擊。東慎一郎犯案後立即逃走。山下彩花之後雖然被送往醫院，但喺7日之後都係傷重不治。喺東慎一郎逃走嘅時候，佢俾另一個女童撞見，佢立即用小刀刺向該名女童嘅腹部，小刀貫穿咗女童嘅胃部。身受重傷嘅女童接受咗2星期嘅治療先至痊癒。由於接連發生小童遇襲事件，引起咗當地居民嘅關注同恐慌，家長都唔敢俾小朋友自己返學或者出街。1997年5月24日，東慎一郎為咗滿足自己想殺人嘅慾望，開始物色自己嘅目標。佢喺小學附近發現咗一個11歲嘅男童土司純。土司純係東慎太郎弟弟嘅同學，所以知道土司純鍾意烏龜，於是就同土司純講有藍色嘅烏龜，引誘土司純去俗稱塔德山山頂嘅有線電視天線基站附近，再用繩勒死佢，再將佢嘅遺體收埋喺附近之後就離開。隔日，東慎一郎再返去藏屍地點，將死者嘅頭割咗落嚟，再帶咗返屋企。根據報道，東慎一郎曾經將死者面部割開傷口飲血。到咗5月27日凌晨，東慎一郎將死者頭部帶到自己就讀嘅中學門口，就返屋企。去到清晨6點幾，學校職員發現咗死者頭部，立即報警。警員到場，證實頭部係屬於失蹤嘅土司純。東慎一郎喺死者嘅頭部留低咗字條，內容係佢以走鬼薔薇聖斗名義發出嘅聲明：走鬼薔薇聖斗嘅遊戲要開始啦！愚鈍嘅警察諸君，試下嚟阻止我啦！關於殺人，我感到非常愉快，好想睇到人死亡。用死亡嚟制裁骯髒嘅蔬菜吧，用流血來制裁我經年累月嘅怨恨吧。聲明字裏行間充滿住挑釁嘅語氣，字條仲用英文寫上 Schoolie Killer。據後嚟被捕嘅東慎一郎所述，佢係直接以拼音方式串出呢2個字，但並冇留意到正確拼法為 school。同日下午3點，警方於該校500米外嘅山邊發現土司純嘅遺體。6月4日，神戶新聞社收到走鬼薔薇聖斗嘅信件，承認殺害咗土司純同引致其他傷人案件，並威脅會有更多兇案。信上嘅走鬼薔薇聖斗分別代表酒精、死神、玫瑰、聖徒、搏鬥。信件一開始寫而家就係遊戲嘅開始，然後提及當我殺人或導致他人身體遭受傷害嘅時候，我覺得自己從持續嘅憎恨中獲得自由。我能夠從中得到和平，減輕我嘅痛苦嘅唯一方法就係增加其他人嘅痛苦。我將我嘅生命當做賭注壓喺呢個遊戲上，如果我被逮捕，我會被處以絞刑。
所以警方會憤怒同堅持咁追捕我。信中仲斥責日本嘅教育制度，強迫性嘅教育造就咗我一個透明嘅存在。另外，案件發生嘅時候，日本媒體曾經將兇手走鬼長眉聖斗嘅名誤報為鬼長眉，令到東慎一郎好嬲。佢喺信嘅最尾講到，由而家開始，如果你哋再讀錯我名，或者再做啲令我嬲嘅事，我將會喺1個星期之內整爛3棵蔬菜。如果你哋認為我只係殺小朋友，咁真係一個大錯特錯嘅想法。信中佢將人形容為蔬菜，可見佢輕視人命嘅性格。走鬼長眉聖斗咁挑釁性嘅舉動，自然引起警方嘅高度關注，全力追查兇手。喺偵查嘅過程中，警方一度懷疑兇手係20至40歲嘅男子，但部分調查員喺睇咗東慎一郎嘅報告書之後，開始對東慎一郎起疑。加上佢亦係3月襲擊女童致死案嘅疑犯，所以警方對佢作出深入調查，包括向學校索取佢嘅筆跡。而且2月遇襲嘅女童認得出東慎一郎，所以警方就推斷佢同案件有關。6月28日，警方以涉嫌殺害土師淳同傷害他人身體拘捕東慎一郎。東慎一郎起初否認同案件有關，但警方拎出兇手留低嘅字條，同東慎一郎講：我哋知道係你寫嘅，因為字跡一樣。東慎一郎開始大喊，並承認自己罪行，包括3月殺害小學女生，同曾經襲擊另外3名女童。警方亦都揾到咗兇器。根據東慎一郎後嚟出版嘅自傳，佢當時曾經問警方幾時會執行死刑。佢嗰陣認為死刑就係佢嘅救贖，但警方同佢講，由於佢年紀細，並唔會判死刑。1997年10月13日，神戶家庭裁判所判決將東慎一郎送到少年感化院診斷。東慎一郎被移送至關東醫療少年院。2001年，東慎一郎被評為治療順利，被轉送至東北中等少年院。2002年，神戶家庭裁判所判定東慎一郎需要有接受更仔細嘅教育嘅必要，因此繼續收容。至2004年，已經成年嘅東慎一郎從少年院出院，重返社會。重獲自由，沉寂多年之後，33歲嘅東慎一郎喺2015年以前少年 A 嘅身份出版咗自傳《絕歌》一書，內容講述佢嘅成長經歷同犯案時嘅心態，包括佢祖母同屋企養嘅狗喺佢小5時死咗，對佢打擊好大。小6時佢開始殺貓，然後開始想破壞人類，最後發生連續殺害學童事件。因為東慎一郎嘅特殊身份，《絕歌》一書大賣，令到東慎一郎獲得唔少版稅，但亦都同時令到唔少人反感，指佢利用自己嘅犯罪經歷嚟賺錢，係消費受害者，亦都冇賠償受害者家屬。而受害者家屬亦一度要求法院查封《絕歌》一書，認為本書係對佢哋嘅2次傷害。不過，亦有人認為《絕歌》一書罕有咁提供咗一個兇手嘅角度詮釋案件，為研究少年犯罪嘅專家提供重要嘅材料。因為絕歌嘅出現，令到原本身份保密嘅少年 A 受到傳媒嘅追訪。2015年9月，有傳媒刊登咗東慎一郎學生時代嘅相同姓名。再之後，另一本雜誌聲稱東慎一郎居住喺神奈川，其後搬到東京都居住。2016年，有記者更喺東京都內某停車場直擊東慎一郎。走鬼長眉聖斗事件令到日本全國震驚，亦都促使日本國會喺2000年將犯罪刑責嘅最低適用年齡由16歲降至14歲。不過喺2004年，被稱為少女 A 嘅11歲6年級女生葉菜澤將同班同學12歲嘅女生御手洗年尾殺害之後，又再度引起係咪需要再降低最低刑責年齡嘅討論。心理鑑定報告入邊證實東慎一郎係有心理問題，而經過多年嘅治療，佢已經重返社會。佢出版《絕歌》一書，剖白自己嘅心路歷程，並且喺書中向受害人同家屬道歉。不過佢係真心悔改，亦或只係為咗出書賺錢，似乎只有呢位少年 A 先會知道。鍾意呢條片嘅朋友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啦！我哋嚟緊會為大家帶嚟更多奇聞異事。